着坐在那边给满意。哦，我嘅朋友。中间那个好，长得跟我们那个怡君好像。就姐妹啊，你看。难怪我觉得他面熟，我想说怡君也太大胆了，你坐在那休息。对。我要上网读书，我要上网打拼，时间一年过安逸。你有冇呢嘢？哎呀，我神医呢？神医嘅片啊，神茶片啊，唔同羅哥強用呢。係咩神醫啊？啲神醫胎嗎？唔係吧？其實我是在院，然後因為我讀高中的時候是在三一讀高中。三一國中？哎，沒有，三一高中。哦，三一高中哦。對，三一現在有高中啦。對，對不起，我太新的啦。我上次來是不是有介紹過？對，我算是第三屆。第三屆啊！哎呦。來，掉腦嘢。來，山路溜啊，衝啊，心路開喲，無衝過心爽，腦嘢倒你腿，腦嘢衝下來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鳳姑嚇。來，今天大家好。係啊，也要來到呢流行歌曲組嘅破 V 正八歲，目前 V 面炸3關的宋仲謀。沒有3關，仲謀真係懂厲害呢。你從之前一開始的比賽時間，等下他唱歌方式，完全冇用，一次才進步啊，進步當多。家家有練唱英文歌嘅關係。哦，好上年講真咧，我改變較夾啦。來，基本要嚟介紹下呢評審先生啦嚇，歡迎啊，葉家修先生。鍾飛先生、黃玉勳先生、陳偉先生。今日來一位新的朋友，之前有來過係嘛？一槍有來過，對。跟他來問一下。哈，因為漂亮的女孩子我都會比較有印象，對不對？那你應該是記對了。好啦 ，TV 雷次推動師以陳賢帶來歸來。好嘞，彈個啦。哦，台東邊的人對，係啊，所以唔第下帶台東，對台東，帶台東，所以唔係帶台北啊，唔係，哇，啊呢邊啲台東邊上來啊，坐飛機來啊，坐火車，飛機，飛機過來哦，哇，那個製作費可能要比較高一點，如果有過關的話，對啊，因為飛機比較貴啊，你聽100來咧啊？聽100來啊，聽100有印象，台東海線咩有去嘛？錯冇？
台东海选你有去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有冇想要从客家歌诶？有冇想要来比赛？哦，因为阿妹係客家人，阿爸係平係河洛人，以前我唔會講客，嗰時候我就開始學客語、學唱歌。從中國開始學習客家話樣。都有。啊，你也比賽係爸爸媽媽支持，也係自家想要來。都有。阿妹妹懂支持。懂支持。啊，本身也好唱歌嘅，就出嚟。好唱歌誒，好唱歌誒啊！啊，啲地方當方要參加比賽冇？有冇？就之前來鬧了一次，然後就大學的時候。台後嘅時間。台後嘅時間。所以你是在台東讀大學？沒有。沒有啊？台東人，現在在台東。哦。佢畢業以後轉去台東嗰邊待啦，而家喺台東就出嚟。那如果我們去台東，你會介紹什麼美食給我們？台東。我會親自帶着你去吃美食。哦，好東多呢！哎呀，真的哈！台東有什麼可以介紹一下？你帶給夫君，你帶哪一片？哎呀，台東市。卑南。哦，卑南肉包。卑南肉包，卑南豬血湯那附近。哦，你就帶給夫君哦。對對對，哇！那你吃肉包應該是吃到不想吃了吧？你應該不會帶我們去吃卑南肉包跟豬血湯。觀光的當然有它私密的那個啊。卑南肉包真的好吃。好吃啊，真的好吃。哦，還有什麼？還有青豆啦。青豆啦。對，大家反正去到台東，你就打台東美食，他就會幫你介紹了。Google，很多好吃的。好，個人口味不同。好了，從水來講，嘉秋老師公平。陳人啊，我真的蠻驚訝的，他今天其實進步得蠻大的哈。哦。尤其你要現代歌，他就感覺上你就突然間一般新人不太敢挑選這樣的歌曲，那種 swing 的那種很有氣氛的感覺哦。搞不好就覺得他這次的準備比較充分一點哦。有很多小地方，我先鼓勵他一下，因為他有幾個地方真的唱得很棒，比如說像腳踏茶那個地方，那個假音top 的那個假音，它非常漂亮，就轉上去了。那不過比較可惜的是說，在呼吸的部分一定要特別的注意，就是一開始氣要吸足，然後呢，在換氣的時候不要你因為你的氣不夠，所以你的尾音都不夠長。那清大頌，因為尾音你沒有做，它其實有很多裝飾音哦。如果說讓我們慧茹老師來跟你教的話，你就會知道尾音有太多的變化哦，所以你就沒有那個氣，你的氣不夠的，沒有辦法做得很漂亮。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對，大家可以私底下都去教育老師，這歌唱方面的這些技巧要怎麼樣補強，好唔好？好，來看一下幾個分數來。以呈現嘅分數。一分數，較冇按好啦。喺流行組來講嘅。對呀，流行歌組嘅91分可能要較扁啲位。就是等後面出錯這樣。對。希望後面出錯你就可以留下來啊，留下來的幾率就比較大，好不好啊？謝謝你啊，安之些，哇，台東來到這裡，謝謝，先去做休息一下哈，等待佳音啊。好嘞，殺下來。殺下來啦，動厲害呢。挑戰人哋平時欣賞嘅歌誒。後面這4個都很厲害，我操，真的。而家表停帶來，先推5步。好嘞，躺過啦。振翅破天地，黑牛八戒唔自破乾坤，水老虎唔相擁起港口，此老彼嘅唔好用叫衝勢，黑牛八戒是鬼失了心。八戒輕輕走了腰，唔用啊唔用，長不破廟。
解，求托咱的手不心眼，现退无万年假。水火不容，也可同样，太痛困苦肉皮化解，求托咱的手不心眼，现退无万年假。万年假，岸边哦，对，吉他背着，要不要挺？我确定你的电吉他弹得比陈伟如好。真的，那个 solo 我是，那当时那个 solo 啊，我是用我用接的，我是用接的哦。你用一个音弹的，一支啊，有时候在建议了呀。哇，你可以弹个100次，取个1次。你这样我就相信你是音乐人了。嘿呀，你是乐团。真的嘞。你之前没有背吉他的时候唱歌，他是吉他手兼主唱啊，黑毛。好像也有当鼓手，应该也要有那种感觉，之前磨。是主唱啊。哦，你是主唱。大学都在弹吉他。哦。但是我是第一次这样子上节目。哦，真的哦。对你来说这难吗？还会有一点没办法，不知道该专心哪一边。哦，那你胆子很大呢。对啊，真的。呀，各位有点难冲。这感觉上你准备的很好。是哈。准备的很好。真的吗？有。还不错啊。至少你刚刚那个弹的比他好啊。对。冲动敢不敢讲啊？毕竟他是金曲歌王啊。但你电吉他，我确定弹的比他好。厉害！现在年轻人真的是。哎，你这运动优秀呢，你还去做那个造船老师。给演冲飞的处理呢？哦，对，我在前年因为歌唱比赛的关系，然后被赵传老师看到，然后他就请我去跟他跑巡回。哦，真的呀？对，替他暖场吗？也很用哎。那时候是帮他 setting 他的吉他，然后帮他安排他的演出的一些内容，就是要帮他对歌，然后那个吉他的音效那些。哦，你可以上去替他代唱一下就抽了黑毛。吃他小鸟这样，他唱太高了，有点试看看啊。我是一只小鸟，小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。对不起，献丑。不会啊，他怎么突然 cue 你？他唱起来很像蜂鸟的感觉。对。小个调哎，假音上去也可以啊。我假音就某这种 feel 嘞。哦，某这种 feel。陈伟如应该可以。伟如老师来。小鸟。我是一只小鸟。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想要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。哇，2句 rock 啊！破音也是要给他飙一下。哇，你好棒哦！你那么年轻就可以跟着这大牌歌手这样子去学习很多经验，懂厉害呢。运气好。你有没有想说有朝一日我也要站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？2句黑了呀。其实就是那时候，我永远记得我第一场去的是他北京跨年那一场。那时候站上去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种音乐就是这样，音乐就是这么的有魅力。
我就会很想做这件事情。对，哪怕只是一个就是哪怕只是弹吉他，也一定要在你想要在里面，也想要 involve 在里面。呀，我觉得了哈，你开始要自己创作一些，应该有吧？一些歌曲啊。有两个创作啊，就有朝一日你的音乐就被人家听到你就可以站在舞台上，哇，顶起来唱歌不塔个塔。嘿啊，好来，墙壁欣赏公平好。耀廷你好，给不你雅苏歌曲，你真给唱给真的是亲厚。太好了，我真的觉得很享受。其实你在练习的时候，就是前面有试音，我有听到。那时候听到的时候，还觉得，哎，如果你那个冲谁那个往下的音，如果你的尾音都能够再拖好一点的话，应该会更好。好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那个音程如果是往下走，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哒哒就下来了。但是如果是哒哒的话，那个下面那第二个音的音准就会偏低。所以很多人我都会跟他说，你在音程要往下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哒哒，要这样把它拖着，才不会比较低。可是刚才你在唱的时候，你的尾音都没有这个问题，而且我觉得你的尾音都收得非常的漂亮哦，让我真的觉得。你刚才唱的时候，我真的很享受哎。对这首歌，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建议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唱得很好，甚至我觉得你很厉害的是，当你的那个吉他间奏过后之后，你马上就进来的那个水火你马上就记得收，而且你随风怎么样，野童怎么样，你都知道要收再出来之后，你的那个这首歌的弹性拿捏真的轻厉害，真给轻厚。然后每一个段子，你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这么重的一个歌曲，可是让我们听得很爆炸。对，没有，你还是有层次在的。我觉得，那因为这首歌的这个表现的这么好，我会同你讲，就是以后你在选歌的时候，好，其实对你来说是非常轻松哟。你选对歌的时候，就是会表现得非常好。但是如果你选的歌在你的拿捏上没那么好时，就会差很多。这个是你可能要去突破的。你如果挑战了一个自己不是那么拿手的歌，但怎么样在那个不拿手的当中，把你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，去从不拿手的歌里面把那个不拿手的歌练到成为也有你的味道，这个你就会很成功。这样子就不会害怕，因为比赛的路很长，对不对？动球给时间，所以你要把每一首歌都能够拿捏到好，你就要练习更多的武器，适合的时候表现得很好。真的不知道这个礼拜刚好挑到，已经选定练了以后才发现，自己拿捏不好，那要怎么办？怎么去突破？这个是你要学习的。但是论到今天这首歌，我真的觉得给你一个赞。至少你今天唱这首歌不会那种牛肉面鬼哭神嚎，不会像原唱。对，来原唱来。原唱来，从头用版。周对吗？你嘅表情咯。还有你嘅天气打都痒癌咧，过伤压黑啊！那时候有赏是做评审，还有欣赏，就会有点教学相长。本来一个人为想要继续创作好音乐的力量啊，给我这样的力量啊，很开心可以认识玉腾啊。那第尾度其实是讲会了强啊，所以只有。因为我的工作是评审，所以我一定要挑毛病。2个毛病就是慈悲这里吃烙不已，改忘用啊，这边的咬字，但其他的部分就我们那个 solo 我真的觉得很猛。还有我2020应该要找你来帮我录。真的啊！赞！来，多弹用版3，看一下几个分数啦。看一下要不要听个分数。因为 TPS 线2条歌诶，送不娘不用，要表达感谢之意，特别要跟老婆说什么？就是老婆姐姐陪伴自己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。那他还愿意跟你在一起，对，那就是真爱。对，这是我觉得应该要感谢他的地方。哇，真情流露哎。其实而且你很上相哎。对啊，谢谢。你在镜头前面。刚刚我们家人还说哇，这个摄影师太会带，把你拍的好180。
欢迎下叶标婷的分数。哇95.5啦。啊，95.5。65.5。我们什么时候多个0.1啊？哦，董国分呢？谢谢。哎，你看下来，看下 EV 被董立辉好吗？来，下一个，连天比太累，天数了。来，谈过了。有风也有雨，也有缘，有时无语。苦在天顺后，年年梦，绕飘身影。生活中有不如意，表下心，原来。前方不安的路，不是行，有爱牵着你。天寒也冷清，有你给温暖。岁月空无情，有你来作伴。半生艰难也爱渡，不怕前行有万苦，天意的脚步，行万里路，不惊跌落风尘云世苦，是用成魂路，你做也幸福，因为爱的你。人生的天数。陈情真的可以啊！有一只对象的松本记，对，有哦，小三，太太，谁会在节目上唱歌给小三呢？哦，太太来，太太是哪位？哦，对的，没有，你有时候可以把太太当做小三，你会更爱她。是种情绪，对啊，鼓掌是这样处理的。罗哥把自己的我把我老婆当做小三、小四、小五，这样子一直维持到现在。多谢指教，多谢指教。TPL 松本也不用哦。哇，你们这个结婚多久了？2个月。啊？3-4年了。3-4年啊，有生意了嘛？有2屆，2屆生意呢。你用嘅音色咧？唱歌音色咧？你參加歌唱比賽嗎？唔係，所以 KTV 底部都唱歌音色咧。今日 TPL 獻兩條歌誒，松本也不用，要表達感謝之意嘛。因為這歌還蠻感人的。是啊，3-4年就有這種想要表達的這種情感歌曲。用辦公，特別要跟老婆說什麼？就是老婆姐姐陪伴自己，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好的時候。他辛苦的時間哦。是在認識你的時候，其實你那時候狀態蠻低潮的，是嗎？對。那他還願意跟你在一起，對，那就是真愛。對，這是我覺得應該要感謝他的地方。好突然，我沒有帶面子哎。哇。需要我的這個嗎？這個。哇。哎，真情流露哎。你認識他的時候，你那時候狀態有多不好？有某。獨鬥情鬥私情。對啊，做在朋友嘛，做生意啊，然後沒有做得很好，賠了很多錢，對，然後跟朋友借啊什麼的，沒有跟朋友借錢，還是自己盡量度過這個低潮。那時候他跟你認識的時候，他知道嗎？我有告訴他，
他还跟你的状况，对，他还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他陪你一起吃苦度过那段时间，俩有他后嘞吧？哦，有，有，老婆帮夫。真的，帮夫院，你那时候没有想到说啊，你负债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万一到时候要我跟你一起，还是你有加钱，然后压着他跑不掉，给我赚钱。那现在还有做嘛省力吗？没有上班，现在就上班嘞。他不能听呐，他不能听呐，对呀。一家4口和乐平安的过生活，黑吗？哦，有过这样的经验才会珍惜。真的，难怪2条狗会天不娘不用。对，哇，有感情的歌，真的好，很少看到大男人流眼泪，应该是一时情绪上来了，黑吗？哈，像我这种上了快50几岁、60岁的男人，比较会爱哭。哦，真的哦，就是老了老把油这样。以前年轻的时候怎么可以哭？男人有泪不轻弹。真的哦。对啊，你有什么好哭啊？人生还蛮顺遂的啊。只有一个老婆好想哭，只有一个老婆好想哭。哎，你恢复正常了，他有小3、小4、小5、小6啊。哎呀，真的。你读心嘞，你读出罗哥的心嘞。这个是每个男人的这个痛。哎，好啦，呛云欣赏了公平哈。第二首歌曲非常的后堂哦，比较抒情的歌。可不可以看你在访谈的时候，感觉你非常的暖心哦。因为从两首歌曲哦，因为喺比赛嗰時候呢，我本嘅記者建議哦，你從那個咬字嘅部分，咬字的部分幸福，你聽話係從幸福是嗎？可能講會溜嘅，冇咬好呀。幸福啊，不管是海路还是視線，都是幸福，或是幸福嘛。你咬字可能這部分要特別注意哦，因為兩首歌曲給嘅旋律，好非常嘅有名，尤其在主歌跟副歌部分呢，它是非常有層次感的。尤其兩首歌曲呢，它很多不是在正拍，但是有的你的拍子在苦在甜順烘的苦呢，苦在這個那個苦可能是稍微有檢查一些些，所以在拍子的部分要特別注意哦。还有副歌，兩首歌曲嘅副歌就是它很主要表達它情感的部分哦。嗦嗦哆西哆咪啦咪咪嗦，這個地方你在詮釋的時候有很多要轉音，還有拉音的部分，因為你的氣可能沒有那麼穩，所以表現就沒有那麼理想了，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。希望你在日後的選歌，尤其像比較抒情的歌曲，你要練習，你要怎麼把那個音把它拉得比較穩。除了這個之外，還有前面有你嘅溫暖，還有有你來奏盤，溫暖有沒有在拉音的地方？還有奏盤那個拉音的地方你都沒有拉好，所以在這首歌呢，在層次的表現上面，還有技巧方面，我們聽到的是，尤其慢歌是最不好表現了。因為我們當歌手哦，因為慢歌就可以看出一個歌手的實力。如果你的氣不穩，那你唱呢，在拉音的時候就會把你的缺點給顯現出來了。所以你在日後練歌的時候，你在練習尾音的部分收音，或者是你要往上衝，我要唱強的部分，我怎麼唱是順的，不會感覺非常的急促。因為你剛才在唱高音的時候，你是唱得很辛苦，對不對？你是唱的我要表達我的情緒，所以你懂用力，然後你想要表達你的情感，但是你又做不到，你沒有辦法去 control 它，這個時候就非常可惜。所以你回去還是可以練這首開始。不是說比賽完的歌你就不去練它，像這些也可以練習你的高音怎麼去詮釋它，這樣對你日後的歌曲是有幫助的。那這首歌我覺得很好聽，但是呢你也唱得很有感情，只是說要注意一些小細微的部分，那對你日後演唱歌曲有很大的幫助，會幫助你啦，會唱得更完美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謝謝。好，這個他音色很漂亮，音色。好了，來看一下給個分數。歡迎袁建比給分數。好。分數都留下來啊，冇問題啊，謝謝你老婆啊，謝謝老婆幫夫運，謝謝老婆，謝謝老婆，謝謝，好，來，來，歡迎下，謝謝，好，來，殺下來，殺來係李小儀帶來本次架，係，同我啦。
这个哦，对，给你拍拍手。你们够明辨了呢，有联系了。跟刚刚有那个集训班，赶快问一下老师。对，而且刚刚在尾奏的时候哈，然后我们导播还特别 take 小康老师的那个短手，短手。为什么？短手。本来也是很修长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本来。那现在为什么？本来是多久以前？短的。为什么？你老豆丢哦。我们比较胖。感觉啊，最好是啊。所以刚刚看感觉有种甜不辣这种的。对。你不会弹琴就好了呀。刚好。他只要能够那个手够张开就好了，对吗？哎，冲得今后呢，亲有情感的，只有一片真心了啦，对，只剩一片真心。没有，技巧也有变，冲狗的方式没变呢。我其他的嘛，所有参赛朋友都要全部一直在进步呢，自我挑战，之前来比的时间要懂某问了，讲真的，pitch 啦，撞来撞去，就是然后自己可能想太多。迄个其他关系高兴，佢就冲得清后。迄个无按关系，佢就会有些僵。但是之前佢要动到歌曲吼，唔係佢夾嘅歌，但是佢要創到唱佢自己用嘅。係啊，佢大拜拜天都會用。對，但是就是有點，還是會有點不穩。現在越來越穩。會有自我懷疑嗰種感覺，放下執念，放下，我執放下，對，就會經意嘅音樂嘅世界地方。懂後啊，其實而且你很上相哎。係啊，你在鏡頭前面。剛剛我們家人還說哇，這個攝影師太會帶，幫你拍了180。他鏡頭有愛，不光樣啊都講啊，有痴心然後衝出嚟，搶比以前3公平哈。嗨，少宇董後啊，我之後衝給董後哎，因為那條歌我會想到雨涵之前就是剛出道的時候，嘿啊，就是在戶外演唱。他都在我前面唱，後來他變成意思你是壓軸就對，不是，後來都是他在我後面唱。感謝少宇嘅聲處理得很好，音色懂腔力，係啊，然後韓國我知道你衝歌嘅方法要有改變，改變了又改變有進步，然後在這個發展部就算剩我自己。秋川春愛這個這裡的拍子會因為你的情緒想要進來，對，不過有一點小感，可以再緩一點，然後那個最後一次副歌的那個愛愛韓歌，有一點那個第2個韓歌有一點再大了，太快了，再感要再緩一點，不過我懂喜歡你唱的最大概愈口。董後堂好聽，好聽。其他冇乜嘅問題嘅，之後你唱歌嘅感覺其實冇簡單，
我原来诠释目标应该风格啊，从还有从吉娜姐，现在要回到这个雨涵的目标应该风格，其实都懂厉害，还要背歌词。你好会画重点哦，陈老师。对。所以俺这个吃都懂后堂，哎，我很欣赏，我很喜欢，哎，懂后。好，谢谢安之森，啊，好，来看一下，好，我的分数哈，好，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。好。佳佳老师给你24.5，吓到！为什么会给到这么高啊？老师你有按错吗？实在讲，给不给哦？给冲到清后。而且你会有一首歌，我们平常在评审哦，都一直都把重点都找出来，所以我就框在那里，等着看他怎么表演。可是每到那个地方，就发现你要帮他加个加字，因为他真的做得非常好，超出我的想象了。是，因为对于整首歌，他的整个的诠释的感觉哦，他就是很投入在唱，然后呢还很有技巧。那唯一有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就是我刚刚跟慧茹老师两个在研究，就有一个小的地方的长音，他突然间有一个情绪上一个小 break， 然后稍微有点等，然后也是被我们逮到。但是我觉得那已经瑕不掩瑜了啦，因为整首歌能够表达到这个样子，它是每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包括转音，甚至其实到尾音的那个抖动。都觉得佩服。凭良心话讲，我个人觉得，作为一个制作人来讲，说一个歌手能够现场唱到这个样子来讲，如果再不给他夸奖的话，我对不起我自己这样。哇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叶老师真的给你很大的鼓励耶，很高的评价呢。他会给到这种分数，那个真的是吓死我，比登天还难呢。吓死我了，好像没看过，吓死我了。真的。哦，有心情呐，正经冲得今后2条沟哎。啊，恭喜你，真的。谢谢各位。好了，回去下去擦眼泪了。好，也可以哈，等一下准备上台啊。他真的水蛮多的啊。好嘞，沙来，V 面炸松竹梅帶來聊天菜。好嘞，等佢啦。风，你胸白梦，一否
心情是亢奋的吗？还是很 hyper 吗？嗨的。今天没有那么嗨。今天没有那么嗨，怎么了？我感冒。你感冒？对，还蛮严重。我上礼拜就感冒，然后发烧，到病也还蛮好。有样用到一些嗓音系吗？有，东东。哦，东东。对，我超焦虑的。这样啊，这个唱得不好的时候就说，哎，我感冒啊，什么？没有是真的。你不有降 key 吗？你有降 key 吗？你有降 key 唱吗？本来应该要选高一点的 key 是吗？对，其实是有的。对。但是我昨天来抽不应按不压，就紧练，冲不冲去，就只好降 key。练中多反而这爽，系啊，迄个硬冲硬冰的话，可能会上开到人。系冇错，那有感觉啊？有感觉哈。唱歌的嘟嘟好就好咧啦。对啊。不过唱点咩迄经验嘛，系啊。对啦。也个咩幕后表现啊，当然还有个传统的那种跳诶。对，要跳歌幕后表现哦。系啊。系有。是传统现代结合嘛。系。更那比如讲，特别安尼啲比赛时间，像后场演一听都很嗨嘛，很亢奋嘛，马上在打追鼓啊。对啊，那你平常应该就会在后台，你会怎样？你就练习吗？唔可以练习，其实我会做别的事情。比如讲，我要带书来看。带书？哎呦，我其实不是手机啊，看书。我假装文青。我通常书打开就开始滑手机。对啊，假装文青。一滑就1小时。没有，我是。不是一个爱看书的人，我是很活泼，就是好动的。但是，我必须要让自己静下来，而且看手，因为我其实我刚刚也在看手机啦。那基本没有带书，我们带书了哎，你快买书。就是那本书叫做我前几个礼拜在看，叫做。被讨厌的勇气哦，亲友名的书哎，为什么要看这种书？有书会亲友名啊，这不是我买的，两个朋友送来，朋友送的，他觉得你会觉得你很讨厌的，不是，他是觉得说太在乎别人眼光了。因为我有我记得唔知上礼拜还那些比如共动，我其实有忧郁症跟恐慌症，然后因为这样子休学，对，然后那就这段时间我朋友佢拄好就赛博哎，他就刚好搬家，然后我就去他家，他说：“哎，我这本书你要不要看一下？”他觉得很适合我。抽，其实我也没有在看，我看书，就是不是看完书名就开始画手机。没有那么夸张，没有那么夸张，就是我想到我就会翻几页，我不会逼自己一定要从头到尾看完。你知道最恐怖的书是什么书吗？什么书？啊？什么？凤梨酥。凤梨酥。结婚证书。前面还在讲小3、小4、小5、小6。王子夹嘴巴，冲出来哈，向嘉秋老师公平哈。朱美坦白讲，我是今天觉得很惊艳啊。哎呦，你会讲2摆摸了看给冲过没？哦，刚我讲整个突然间就变了，因为一些冲法哦。过去它是一个非常直的横冲直撞，就是唱歌然后还有很多装饰的那些东西，可是现在突然都没有了，变成是把它的特色发表出来了。你会给冲法哦，上海有一些朋友会不见得很容易接受，你会讲是比较新一派的一种唱法，就是说它完全没有罗哥那种的，比如说装饰音啊、抖音啊，任何的这些装饰都没有，它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一个萝卜一个坑来表达那些东西哦，所以它是不同的表达方式。那种新的唱法呢，其实它是很特别。那么要把它唱到让你觉得很舒服是不容易，但是它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啊。不过他们说景威是状态不是太好，就是因为有感冒，但听起来就是觉得这个声音的厚度做得相当好哦。就是说，虽然感冒能够做得那么好，真的不容易哦。那么因为跟前面2位男生，其实今天2位男生我给的分数不是太高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虽然把整个的才艺的表现都做出来了，可是那个共鸣的感觉，像竹美景威的，你的状态不好，然后反而你可以用共鸣把这些声音包得很漂亮。他的每个字都包得厚厚圆圆的，让你听起来好像不像是感冒的声音，而是一个比较实在的厚的声音。我特别欣赏的是他那个到后半段有一点那个有点像
就像二胡的声音，他可以把它唱得像二胡一样。当因为感冒，所以中间那个一到低的地方，嘣一声出来，嘣一声出来，那个感觉是怪怪的，就是其实稍微有点破坏了。不过整个的感觉来讲，就是说以一个歌手来讲的话，他的表演是非常好的哈。那刚刚慧珠老师跟我在那边沟通，等一下慧珠老师会补充哦。因为那一段真的很精彩的，就是他把那个二胡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声线表现出来。如果加上慧茹老师等一下给你的指导，你可能以后你那一整段就会把它做得像二胡的演奏完了以后，然后再把你这个新的东西再斗上去，你就发现这首歌就非常完美。我们都是希望看到，就是在这个节目里头，今天这些歌曲都很棒，然后各位的表现其实都很好，我们都在好的当中挑毛病。那这些毛病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以后能够有更多进步的机会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刚刚对讲到慧茹老师来。其实竹梅，我觉得你很厉害的是，青斗年轻人都没有低音，可是你的低音很好。我觉得这一点很棒。好，那我们讲到中间的这一段，那你可以唱一下吗？山歌的对，山歌那一段。这个是对。好 ，OK， 你游走，那个音怎么样会亮？你是游走，你跑去后面了。你要记得，它一定要集中在前面。游走，全部保持在前面。这个是你需要去学的，就是你前面这个共鸣很漂亮啊，但是走一模一样的地方，你不要觉得高音你害怕，跑到后面或跑到上面。你再试一次，自己拿一个东西告诉我，你现在把那个走那个音唱到我这边来。走那么走，继续下一句。聊到天成空。OK， 你就欠高途，对，你就是知道那个方式怎么用的时候，不要害怕。好，因为山歌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你要把那个假音亮亮的东西把它连贯起来。怎么做呢？只要给你一个方向，你就做得到，超聪明。今后谢谢老师。那么多，那到底分数用烦呢？今日有两位评分的哦，小雨还有玉婷，抢两位来都不得。哇，90，人家94.5来嘛。95.5分。95.5分，哇，那你要卫冕会有点辛苦啊。我已经做好安全准备了。我一听啊，真难讲啊，看下就讲分数了哈。可以哈，送出某一个分数。小姨阿婆，小姨阿婆，係啊，小姨有來嘛？係見冇來，冇來啊，見冇來啊，阿婆來比賽咧。係啊，我時間來。係啊，因為之前來過嘛。係啊，小姨經常來表演啊。係啊，佢來2拜。佢來2拜，按來多拜。那天一拜啦。天一拜比賽嘛。2年前啦，差唔多。5年前有啦，5年前來比賽按久了哦。那這真穩到啊！可以哈，送出某一個分數。好，95.5分嗎？所以3個評分就超嘅啊！3個評分就會搶死抽中衛冕在保庇啊！搶死了哈！但是你的3關還在了哈！搶住冇？等中衛冕在保庇。哦，幾好對了哦！繼續加油哦！哎呀，來到傳統組保庇爭8歲，目前衛冕在8關了呀！賴燕婷加油！好，來。
比赛之前呐哈，来介绍俺的评审欣赏。好，欢迎常永义先生、魏生琼先生、陈秀峰先生、曾敏珠先生。来，今日有新的参赛朋友。新的 Q 朋友来。Q 朋友来，欢迎 TV。来自新竹市的福利发带来评判。来，谈个啦。理发剂小姨阿婆，小姨阿婆哎呀，小姨有来嘛？今冇来，冇来啊，今冇来啊，阿婆来比赛咧，系啊，我自家来，变啊，因为之前来过嘛，系啊，小姨家家来表演啊，系啊，佢来2拜呢， 2拜，佢来2拜，按来多拜，我咩天一拜啦，天一拜比赛嘛2年前啦，差唔多。5年前有啦，5年前来比赛很久了哦。哦，我家家看到。跟你家班有，家班啊，你家看到。海鲜都会看到啊。所以特别海鲜都会去。有啊，我海鲜嘅小姨咪要去啊，佢哋下元朗去只笋咪要吐落。跟你家班有上好转，就再转来比赛。考验自家，考验自家。考验自家。考验自家。双白比都用喺长途咯。当脚是下来了，当脚哦，100就最伊咧，这100啊200我唔記得。冇今年那個6種啊，冇個功力啦。哎呦，冇個功力，隔5年咧，5年，有較厲害咧，係嘛？還有信心咧，有啦，有較好啦。沒啊，請主要本自己留下美好的回憶，不要蹉跎光陰嘛，對嘛？係咪哈？電視台比賽啊，電視台自家通欣賞公平啊，全部都會進步嘅通理嘛。浪費時光冇好啊，對嘛？係啊，作獎送天師，冇錯，你可唔可以貼貼獎？平常時看到海鮮讀到一槍唔響用。海鮮嘅時間冇乜講啊。係啊，用咗嘅副卡座下邊人類用感覺。我發生嘅感覺啊。我冇用過，驚唔講嘅，比較隨性一點啊。好啦，安尼創體嚟，安尼同先生公平好嘛？可能今日要幫佢留下來嘛，哈。來，請高中先生。來，副手機今日創也是平板吼。基本上來講，伊算平穩哈。一個咬絲也有章哈。一個我講一個缺點部分吼，就睇佢也創個平板有較硬啲嘅，吼，也係睇一個運創來以後，不過有多少會降散。獎從糖來說，糖說，將殺盲大兵也殺盲殺死一個鹽哥，
古格的故事也要诗，其唐的时个上吼，有唔要亲吻啊，啊，假是迄能够将遐个部分改进吼，绝对无青苔问题啦，加油！祝梦先生，定准不一样很刚5年过来比，系啊，跟冇关系。冇强用喺舞台咧啊，系冇，迄讲有歌管，你不用强松来。系啊，好冇好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文书哈，来看一下福利法嘅文书。好嘞。91点分，文书算做得啦，做得嘿，但留下来的几率唔就有太冇，嘿啊，我看一下，安子些多加多加，理发机也可以哈，列当哈，安子些，好来，撒下来，撒来用力带来3个字，来，弹开啦啊！做嘛面暗处？做嘛？给个表情，你唱唔出来？没有声音。冇声音？唱唔出来啊？以后啊。你冇空来讲发上，做嘛？前2天突然间就胃食道，没有胃食道逆流，做嘛？变声音沙哑。你压力太大？不知道，我就去白沙屯妈祖回来就变成。哦，你是叫到那个是不是？冲啊，没有。哦，我只有去拜拜而已。哦，你没有跟銮教一起这样行走？没有，哪有时间？绕境哦，你就一拜哟。做了就阿三感冒了，嘿吗？那不是啊，那你一定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应该妈祖要治疗你的喉咙，应该是妈祖是叫我说到今天为止就好回家了。最好啦，莫按用你按都讲的sản夫嘿么，也莫很松嘅讲的皮包不问嘿哦。对呀，还有一年50岁生日吧。哎呦，也不曾背过。那就大概10年前嘛。对。今天你60岁嘞，看不出来，还61岁嘞。 61嘞啊！哎，真紧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。哎，61的哇，那保养都好。哎，有没有暗江？双胞胎啊！哇！哎呦，真的哦，双胞胎。该孙嘿啊！哦。这个手机那个什么叫什么？美肌很大。没有啦。有啦，开很大。有一些些的啦。动态。不过本身应该带咩清好啦，冻浆啦，系冇。充电轻油哈。他们本来以前咧做个平面 model 啊，你就看得出来冻浆。送包包，个包包带1多钱？名牌包啊。名牌包几万块。俺妹唔滴。唔滴哦。你去甲冇买哦。名牌的。你去甲唔是买哦。唔是买。你本身就是名牌了，不用名牌包。因为我当摆去供体，我摆
哦，拔鸡毛拔雞可以嚟咪搶價？今日要拔來嘛？今日要拔。沒有，你工地嘅發啊，抬起來就吃都可能。很難講啊，那工地老闆娘啊，監工的啊，也是拔也是啦，他本身就名牌。穿着拖鞋然後拔那個。哎，那個中學，人家員工都有畫面呢。有畫面。不是都這樣。有效的冇嘢啦，有效。有效，對啊。技術訓練也很欣慰啦，很欣慰，至少女兒是孝順的，對嗎？是啊，有弦外之音哦。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小孩子不一定順啊，但是有效啦。哎呀，就像俺們看某一天我某個事情是順的阿爸阿妹，但有效就會啊，有效就會啊。因為我哋成日冇大強下，唔是順愛。哎呀，當然，有效就好。對。百善孝為先。來，從說來講，我欣賞來公平一下。兩小子哈，我哋啲英語本身唔明，我哋客家出去呢，嚟到同胞。你嘅客家話、客家話嚟對話，講落邊，我哋做客家人講可能好，非常客氣嘛。我了解你係特別係接觸呢方個開始嘅，上輩就開始接觸嗰啲客家嘅傳統山歌。攞100，過關100，轉完學一條。而家上輩喺度偏心嘅時候，你也都喺唱，你該擺唱，因為同樣唱山歌詞。我記得感覺到你嘅山歌詞，該每上該秀就那些唱到，老一般人冇當上唱，當奇怪，大家笑到哈哈嗰陣，記得啦。今年呢，首先你也開始唱歌一下，我是感覺講，有後來養小子哦，上飛比賽我老一提供意見以後啊，今年有唱到為走對了。哦，進步嘅意思哦。不過，這個按鈕唔得啦哈。唔記得嗰時。其實前3名的當紅，我都最尾記啥？歌詞唔係唱落嚟，你自家啲嘛嚇，所以講可能是呢，係上希望講按有心，唔係客家人，要來學我哋客家山歌唱到按好啊，希望你繼續加油啊！哦，什麼案子？哎呦，是唱唔有問題啊？不是啊，我唱到另外一首也是桐花的歌詞。亂掉都得啊，就唱唔錯啊？有就詞唔錯咧啊，歌詞唱唔錯咧啊。先嚟看分數啦，牛頭對馬嘴，對啊，好，來看一下分數來。看一下楊麗儀嘅分數。哎呦，什麼案子哎呦，至少我有進步嘅啊。有啦，歌詞都唔錯。你睇1到2、3係盲走。不知道。我加練幾條過來比。反正你說要來之前就夾佢前3。我先配歌詞吧。對啊，那回去再練一練啊，好不好？歌詞記得哈，記一下。哦，什麼例子？哎呦，真的上了年紀啊，講真的要記歌詞啊，冇人改呢。唔講唔同厲害啊！唱嘅乜嘅新歌，你都會記得呢。Baby， 我們的感情好像跳樓機。下一句咧？忘了。就一記歌蹦就出來，在闖夢。你如果有歌詞，我就會。哦，這個就拜 KTV 所賜啊。真的，關西款有歌詞。係咪？他太寵誒，就會有歌詞下來調情。對。提詞機這樣。我最近要去之前參加一個歌手的那個這個嘉賓，然後我就問他說：有沒有那個大字報？他說：我們歌手從來不用大字報。馬該燕聰 V 馬啥麼？真的假的？你記不得你自己的歌的歌詞？我看着我比較安心。肯定啊，我看。要不要放導唱給你？好來，沙好來。沙來城裡面帶來落山歌。我來彈歌啦。現在燈開着，坐在那邊應該滿意。我嘅朋友，中間那個好，長得跟我們那個怡君好像，哇，姐妹啊，你看，
难怪我觉得他面熟，我想说一定也太大胆了，我们就让他休息。桃花开了，菊花梦难，爱猜了。 牡丹啊，滨海棠啊，样样花名，般般好难。救你了。 长地呀，乃吉祥呐！嘿，面带狗，阿面哥，我们平常是地府卡波煮什么啊？生日那家吼，因为阿爸阿妹上当做事啊吼，啊是到那个生日一定要会晓煮饭。哦，特别同样嘅兄弟姊妹会轮流煮菜。做下吼，系烧巧呀。啊，烧炒。挑签做了下辈做嘛，下辈做煮饭的嘛。啊，挑签做就炒菜啦。还有不会煮饭？他谁杂个煮饭呢？煮饭呢？啊，他太杂个炒菜。炒菜。哦，哎呦，烧炒。那三四个煮饭加水落怎样好用啊？后边个喷条都结辣啊。哦，个为变锅巴饭。锅巴饭。哦，水用痛烧一样。是啊。火痛胎。火痛嘛话啦吼，啊水痛少嘛话啦。哦，个洗米唔免洗好以后个水安尼冰落去，用手去冰，水差不多冰到水个那一大。个头摆个煮呢，头摆敢要用个煮的，用那个，用台州煮的吧？煮那个。哦，所以跟冇办法吃出来，因为人家电锅唔免煮个洗好以后个水冰落去。唔跳过同个手一样比。哦，我们就是数下一比啊，水筋都2片。手片片按看水紧张哦。所以这些时间接煮都变结啦。他这时间会结啦，太了就唔会。伤西啦，没有会很正常的。哦。所以煮饭天天啊，会煮到菜啊，啊，煮菜煮一家又菜在哪？哦。啊，一家7家10来煮完。春天煮又菜在那，就棒棒的在做。啊，俩咁要煮。你也摸嘞啦，你也摸，也唔是做。全部摸嘅係要本用。這個摸嘅是女子軍團。摸嘅是，我大好爸孫啊吼。啊，現在好爸足啊，自己個。下咩啊？下工，下邊人係何時那個4成10個啊？我當鄉。西蝦。對吧？這我個開個插播店嘛。對啊，按不到，我就去吸下工。就是個巴袋裡有個拿得嚟，就去吸。啊！看我一走，佢下工都唔會走，係啊！一吸一來，一吸一來。真的哦。我大概他們會向光哦。
不是他，你就很明显了，就看到他眼睛就发亮啊。啊，就懂哦，做得亲的都记哈。安普就做下工亲后做，一刻一来，啊，大概就差不多几斤的就拿转去。啊，有差不多点都当到个然后我对，冇啦，然后我坐在这个看电视频啊，爸在聊天啊，哎呀，阿爸就落去就吵啊，哈，蹦酒啊，蹦米酒，他知道你还有3个机全部都会告呢。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要玩。你做妈妈脱鼠呀嘛？脱鼠就我们欣赏大的呢。好了，从这来抢秋风欣赏来公平一下。好，什么哈？你里面欣赏哈，公司上今日谈到冲俩落山歌哦，人家高尚，人家为人家山歌，嘅为按规则扮演，做到非常的好。嘿。唔过吼，你做唱歌的时间吼，老讲法强用吼，像第3句两用法名板好，板好，吼，听一讲诗的时间，而有2声，基本上就会板咩吼，你听一讲诗就转跳的样子，故说你做唱的时间，做唔来唱板好，吼，韩国第4句啊，吼，当然啦。你客家话有当到去家私吼，像你看俩就是人个是叫你长地乃吉祥，吼，跟唱的时间讲叫你长地乃吉祥，其实唔怕吼，你就照俩个诗安尼唱，不过迄实在就是你就会讲叫你长地乃吉祥，你今日唱的当好哦，加油！好，谢谢讲好哦，欢迎下个粉丝哦，欢迎下请里面嘅粉丝。恭喜！恭贺恭喜3分，所以留下来，冇问题咧哈。恭喜，安子姐，好，谢可以哈。杀下来，杀落去主兴奋带来3个字。我来弹个啦。也不讲艺术世界的嘛。哎呦，真的啊，咁厉害哦！所有的画图，阿姨才会弹钢琴。是，从小是必定嘅嚟去做嘅事。哦，皮洋来嘅，咩白？咩白咧？你带到2-3歲先。帶到2-3歲，你講你白幾條都2-3歲？冇啦。土幾條都2-3歲。無限好。哦，啊，你係畫圖嘅哦？我請咩？我係拜託我圖嘅啦。哦，你係幾多歲？你係幾多歲？一個教你係畫圖嘅國語，初年嘅雜教語。哦。畫圖啊，可以厲害呢。你係美術班的嗎？美術班的。幹咩？運動沒有。沒有，畫都輕講呢。一般的國中天啦，那個孫親近呢。哦，真的哦。小時候拿2-3強的哈。衣架，
很亮机啊，给我店讲。外婆，你看，蝴蝶。我说哪里有蝴蝶？哦，以前有这个就是蝴蝶啊。哦。两太一想象213公嗰啲，有个意义用，系嘛？新年创意，新年创意那你像係比如講係都市有開刀嘛，開刀有個傷疤當然看啦，就想講我來去刺青一下這樣子，按照刺青師傅就是看一看，他覺得你這一根呢，我覺得畫個竹子，然後有點竹報平安這樣，上來這樣，竹子，那他就先用。那个奇異筆幫我畫竹葉青嗎？就是類似竹子，嘿。哦。專業啊，爸爸刺青，那時候小孩大概5、6歲吧，爸爸刺青哦，哇，真的啊，然後他就跑走了，然後又拿了一個奇異筆過來，我說你要幹嘛？我幫你畫 panda，這樣。他幫你畫個熊貓的手。對啊，就是他，你看他的印象當中，他就覺得熊貓是出竹子。哦。是竹子，对啊。后来要把小孩子的画给他刺上去吗？不告诉你。好啦，来，冲出来啊！请民族欣赏来公平哈。好，兴奋剂哈，给你唱的三个字，高尚一亮。哈，转运啊，做运嘛，该全部都做到清讲。哈。但是你那献果实的时间要注意，你那磨大师的时间吼，唔抵你体机迄创乜嘅意思啊吼。尷尬就該乜嘅攞尷尬，你發現冇談唔成，吼，因為你要照按呢辦，讓我哋就尷尬，吼，按你下觀眾喺談嘅時間談唔成，唔創乜嘅意思啦，唔好就要歌詞，最重要係一樣嘢，因為啲啊要歌詞，你出去比賽嘅話冇歌詞，其實唔掂，唔創乜嘅意思。三家寶歌謠班，所以我尷尬報就3個班，咩做得啦？吼，一樣嘢係免費嘅，安啦，吼。你一點要注意，安排吼，萬一喺地方嘅歌唱比賽獻歌詞，真重要，好，加油！哦，謝謝大家吼，尷尬喺哪個？尷尬報去就尷尬報，哦，依個地方，龍潭，我龍潭，我都尷尬報。東江嘅就地方，東江哦，有童話嘅獎咧，哎呦，即係有嘅有童話發通嘛，錯哦，要記非常去撩啊咧，吼，尷尬報，好，來，創題嚟看先生嘅份數來。好，看一下主刑副嘅份數。好。7.5分啊！對啊，分數真係同高啊！係啊，容易哦，容易哈，等下下來啊哈！係啊，等下下來向我看一下分數哈，謝謝。搶錯。好嘞，殺下來咯。殺來嘿，哎呦，八關嘅 V 面罩，來燕婷帶來平板。好來，睇我啦。我
像。哇，今日8冠对嘛？嘿嘿嘿，今日9冠去9冠呢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哎呀，热到好我也紧张。敢不紧张？都是哦。我呀，还是会有压力哈。还是会有一点压力。我有一些那个莫名的压力。哎，唔过佢搭白冲狗都不爱用，我吃到觉得很上瘾那种感觉。解焦虑啊。啊，解焦虑哦，这样就是跟着 moving 一下这样子。对呀，他不爱紧张。让自己放轻松啦，哎呀哎呀。唔过你那边说叫伪装。伪装也是一种方式啊，不管嘛该逢事本自己他轻松的位嘛，没伪装紧张的情绪这样。对啊，对呀。但他也是传统三沟四嘎嘛，系嘛？对对。从细同阿公讲哈，对啊，从传统的多多厉害嘛个做boy，嘿，咩厉害啊！哎呀，好上瘾，真的，我传统的东西懂少呢。阿公从小就培养我这一块，所以你就是独树一格啊。他小时候就说，哎，来唱山歌，然后我那个时候不知道，那就问阿公。马该黑山沟，他就你学就知道了，未来会有前途。我想，马该未来会有前途。那时候才幼稚园，每天回家就是玩。幼稚园的时间。对，就回家就是看电视，然后阿公回来就说：“来，先念一遍，练歌一遍。”他就为什么要练歌？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唔要乖乖就听阿公嘅发音。生也当上高啊，系啊，就乖乖的就听的。他说你念一遍，冲一半就嘿，有钱啊！哦，好，还是有鼓励就跳开来。懂演，还是有鼓励。对对对，你还会感谢阿公的呀，系啊。那个现在灯开着，坐在那边嘅慢影。哦，我嘅朋友。你还朋友哦？你的加油团是不是？对。全部都黑哦。Hello，我想说，电工我特别周记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吗？哦，是哦。对对，哎，中间那个好，长得跟我们那个怡君好像哎，怡君，哎，有枪哎，真的好像。哎，真的有枪哎。来，蹲下来，就姐妹啊，你看。真的嘞，你手不要，你手不要。相逢的闹热，真的好像。哎，懂枪哎。你们去搞找朋友。去验一下，搞不好真的哈。真的，难怪我觉得他面熟。我想说，怡君也太大胆了，你就让他休息。好了，对，冲色来唱高中欣赏来公平一下。好来。人家都冇凊彩见欺负佢啊！伊就嗰是牙學生誒。哦，仲記得牙學生啊？來當槍義軍嘅啦。你搞咩講當槍義軍？你有欺負佢？講佢用啥槍槍英兵啊？唔會傷啊！係啊。佢老燕婷10年嘅同學。哦，真係哦。哇！佢咩戲劇嘅係啊？係戲劇嘅。佢係音樂嘅啦，喺唱嘅。佢咩依種會唱山歌樣啊？哎呦，咩會唱山歌？來啊！分享。等他過關以後問咯，好嘛？問來比好嘛？做得嘛？做得啦。唐嘅事啊，唐嘅事，佢唐嘅事呢？佢咩行業啊？那留資料。佢咩行業？咩行業啊？但是佢會啊，佢會學啦。佢要學，佢會。盤白煙會幾危險嘅。哦喲。啊，佢咩係文字嘅鳥？文字嘅醫生畢業嘅哦。哦喲。做得我學教員我見呢，文字白煙。文字白煙。文字安尼客家白煙係國家認定嘅嘅很多文化資產。文化資產。係。哇，這都文化資產傳咩？係。一定咩都講國寶啊！嗌做係文字嘅國寶。哎呦，後繼有人就出嚟。用係9億寸，差唔多將其他人後生嘅，差唔多將佢23年。真的哦。佢說人哋台灣咧，人哋客家白煙唔會切體嚟啊。當強哦。所以科技啊，對。科技就延續下去。就靠你們延續了哈。對。對啊，不要斷層。歡迎來參加鬧熱，好不好？跟我們怡君交朋友。對，等他過關以後啦，你不要那麼快來，下禮拜。不會啦，下禮拜你就再來咧。哎，欣賞同樣學生嘅公平哈。好嘞。燕婷因為創喺平板，當然因為佢基金過8關嘅啦吼。也個老師也好，各方面就還算做得啦吼。唔過今日佢創可能係唔啲啦。一個跳吼可能要較大一些嘅，吼。照佢來講，佢可以較高一些些做得好發揮啊。故所以以至於佢有幾隻詩嘅大韻唱大韻嘅時節，感覺到會
跳台啦，跳台佢嘅上我冇辦法發揮。哦，也係根本也就平板創來假使要檢討嘅話，主要真正，其他你規下嚟講，佢嘅聲音也好，伴療也好，咬字也好，都很算做得啦，吼。都因為佢嘅也個跳勢又較大落去吼，佢就較冇辦法發揮。像重音啦、輕音也都唔向嘢做位，將嘢都是會斷斷的啊，唔拉長啦。哦，將第幾嘅開發。第三季菜咩咁樣，就冇按足辦啦，係冇按好啦。下一擺就要注意啦，哈，加油！好，你本身唔用選 key 很重要呢，而且像興奮劑，來興奮劑麻煩來到舞台當中，好來，唔好用嚟發廣呢。係啊，阿公阿婆冇嚟。先冇去評分啊，哦，先冇去評分啊，好嘛，好，來，可以哈，來燕婷嘅分數。為什麼讀書？為什麼打拼？時間一年一年過安逸。我有冇呢年？係啊12年哦，3年啊，唔同羅哥共用呢。還沒12年，你12開嘛？沒吧？其實我是在院。然後，因為我讀高中的時候是在3一讀高中，3一國中，沒有3一高中，哦，3一國中哦，對，3一現在有高中了，對，對不起，新的啦，我上次來是不是有介紹過？對，我算是第3屆，第3屆啊，哎呦，歡迎哈，來燕婷嘅分數。95分，恭喜連勝避免9關，搶來燕婷連勝避免炸爆音，恭喜，連勝9禮拜，恭喜燕婷。鬧熱音樂會，哇！今日安尼節目當中啦，哈，來一位安尼大家老朋友啦，哦，到江燕婷，江燕婷的師弟，哎呦師弟呢？燕婷基金前面張磊宣傳佢嘅新歌啊，嘿，師弟緊追在後發行嘅新嘅單曲啊，來到人嘅節目分享俾你嘅聽眾朋友。是，所以江燕婷是師姐啊，她是師弟，是發喜充滿。好啦，歡迎一位非常傑出的創作歌手啊，很多乜嘅呢？英神，來歡迎。天边的云铺成梦的模样，如画的夕阳绚烂了向往。我知道另一头不一样，风起了，把种子带去远方，放不下的牵挂就装进心囊，心扛下去了，带着家的目光，总是一路踩过黄土泥泞，脚步声踏了坚实稳当，启程就别怕撕开身上的伤，逆风而上，愿只如火，指引无边黑夜，浴火层叠，飞过荒野，暮色月下倒影的模样，有少年曾经写下的倔强，愿只如灯点亮，敞开雨天，汗与泪水都被纪念，窗边的风它依旧吹着，那一条路
脚步。总是一路踩过黄土泥泞，找不让它的前世温档。启程就别怕撕开身上的伤，逆风而上，愿只如火，只引无边黑夜，羽化成蝶，飞过荒野，陌生月下倒影的模样，有少年曾经写下的倔强，愿只如灯点亮沧海与天，汗与泪水都被惊艳，窗边的风它依旧吹着那一条路。脚步。应声后，恭喜远志。哦，你不叫远志哈？对，歌名叫远志。吴颖辰这样，吴颖辰志来演唱这样。我还刚刚以为他这个名字叫远志。远大志向啊，感觉很像一个人名啊。雄才大略，对啊，这个歌名取得好。对啊，因为这首歌是为那个有一部微电影《农村 CEO》写的一首歌。农村 CEO 念婷姐有讲过嘛？对，就是那个电影。里面他好像有去演了那部戏。他是在里面演妈妈角色，演一个村姑啊。哎呀，不是是妈妈是吧？演一个农村妈妈的角色，还蛮到位的。我有看他那个剧照，真的的那种情感，就是妈妈的感觉啊。剧照里面就可以看出他那个演技那种情感的感觉的。然后这首歌是主题曲，对，这首歌是主题曲。那其实他是在讲是一个农村的小孩，然后到大城市发展的一个抱着远大志向的这个故事。那也蛮像我的，因为我也是在苗栗的农村的小孩。然后你在苗栗人啊？哎呀，我三二呢，三二年哦，三差二呢，同罗哥共用嘞。还没三二，三二占多嘞。3-1站多嘞，那个火车上都会听到这个3-1。坐火车的时候，对，你那第3-1胎吗？没吧？其实我是在院里，然后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是在3-1读高中，所以周围的朋友都是客家人。对，就是他刚好3-1跟院里是交界嘛。对，130线。对，福音3个就会3-1嘛。对啊，但是就差一点点啊。他们那边住在那里哦，虽然属于院里，但是他要到院里去读书，较远，所以佢来3-1读书，所以3-1国中啊，係嘛？3-1国中吗？3-1国中，没有3-1高中啊，3-1国中哦。3-1现在有高中啦。对，对不起，我太新的啦。我上次来是不是有介绍过？对，我算是第3届，第3届啊，3-1高中。哎呦，可惜罗哥那时候没有，要不然现在可能没有罗时丰。你如果高中好好念的话。很难讲哦，没难讲哦。这个很多都是老天安排，可能出了一个博士这样。对，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，是不是？人若精彩，对，天自安排。哎呦，是不是？随便都引经据典了，是不是？远大志向，所以你看，你有远大志向，又来自3邑啊，我相信你应该。前途无量，对，谢谢。来自苗栗3邑的都很优秀，都优秀。3邑出很多名人呢。对啊，那个有没有？有一个吹风机有没有？吹风机的品牌那个叫什么？达新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很老的品牌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他乡遇故知。我家也是用达新还在啊，还有什么牌子啊？很牛吗？老板就是哦，很牛吗？
还有很多，青头啦还有很多太多了，竹板不及被宰。真的。哎，不过很优秀呢，按优常做的下都跟电影的主题 Q， 还去参加电影首映会啊。对，这个首映会会有很多的那个演员参与其中，有一个大咖的演员，参加蛮紧张的，因为是踏入到一个新的领域，要在现场演唱吗？这一部电影有谁演？有李李仁，有李李仁老师，就是他最对，就是晶莹剔透的老公，就对。对，李李仁对，然后，因为另外一部电影有陈木易老师，就是演老狐狸，老狐狸的，对，金马男配角奖，关我屁事！哎，对呀，还有那个演的真好厉害，那部电影我好喜欢。对，就还好上台的时候，因为很紧张，所以上台的时候还好没有出错。OK，safe 过关，这样在这些，所以你也在台上唱歌？没有，我是去台上跟大家分享说这首歌是我创作的这样啊，因为另外一部电影就没有这个主题曲啊，我们这部电影刚好。我们有2个歌手嘛，对，念婷姐还有我，那我们就刚好就是出自己的力，分享一下，对，没有现场让你们唱一下，时间蛮赶的。OK，对，时间蛮赶。他们通常因为还有演员那些啊，或者导演，他们可能要做映前或映后分享之类的。对，所以他们之后还有颁奖几上，让你们去分享一下这样。音乐也是电影构成很重要的部分。是啊，对啊，搞不好到时候这会送金马奖还是什么吗？应该都会，有机会在跟导演讨论这件事情。是，那搞不好到时候原创音乐之类的，原创音乐你可以报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！哎呀 ，OK， 对啊，上一次其实我们就他念婷姐来的时候就看过她了嘛。有。对啊，他之前也有来分享他的整个专辑啊。对，之前是分享那个牛皮的牛皮革做的那个，对，真的很优秀了，很厉害，而且成本厚的一个专辑。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会唱，然后又会创作，对，又创作又帅，有没有？才华洋溢。又我们3亿人嘛，对吗？3亿人高中，我就知道最后要那个总结到这里，3亿人嘛。真的，来对啊，还那个中央哈，我创客家歌啊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3亿人，你们创一条客家歌，让我做定了。嘿呀，有没有创嘛歌？你要唱什么？唱那个最后跟那个罗文玉老师合唱的最后打败大魔王，客家新小天团哦。哇哦，哇，这也算很新的歌呢。对啊，它是那个学校的校歌哎。对，黑嘛是校歌哎，而且最后是一个很厉害的团哦。好啊，来，弹一条歌哦，来弹看啊。好。我从慢慢剥开来，脑中很想爱红虫。我像冒险王航向大海寻找我的梦。You 是风平又浪静 ，You 是天空的波浪。I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, alright。爱被山芒突出，爱被山芒打偏，时间一粒一粒够安压。暖爱大哭冲过弹吉他，我是追着梦的小飞侠。爱被山芒突出，爱被山芒打偏，时间一笔一发出发出谁又会偏太离散。我要一关一关将大魔王都打败，都打败，都打败。You 是风平又浪静 ，You 是天空的波浪。I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, alright。爱被山芒突出，爱被山芒打偏，时间一粒一粒够安压。爱大哭冲过弹吉他。我是追着梦的小飞侠，爱被山芒突出，爱被山芒打偏，时间一笔一发出发出谁又会偏太离散。我要一关一关将大魔王都打败，
发出谁又会变态凝伤？我要一块一块将它魔王。多大白，多大白，多大白，多大白。青春洋溢啊，真的是青春洋溢。对对对，当标准的哎呀，虽然没客家人，演员啊，哎呀，但是三语脱俗，所以同学的应该都是一直讲客家话嘛。对，没错。对不对？唐的是就错嘞。对，汤姆森，马眼的，马眼的都是不会啦，锥子之类的听得懂。对对对。哎，这年轻优秀呢。优秀。你那从你是从歌唱比赛开始？不是，我是小时候很想参加歌唱比赛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。我是一直到大学，然后参加了我大学第一个中原大学第一个歌唱比赛，然后那一次的第1名，他可以出一个单曲。哎呦，是学校吗？对，学校办的。哦，然后学校会帮你出单曲。对，哎呦，你们学校有这种科系？对对对对对，那是就是有对外就是公布说比赛，然后就是有来了一个他校也可以来参加，就对。对对对，有一个森林之王的选手，我那时候很紧张，因为我不太确定自己啊。然后那次比赛第1名之后，我其实就比较有自信。哎呦，你打败森林之王的歌手哦！对对对，哇，很棒。他是森林魔王，对。对，我只是个领通告费，通告他。你去那个森林之王当那个魔王，真的太恐怖了。对对对，我有看，也还屌了，也还好了。谢谢大家贡献观看数。对啊，其实我真的是去领通告费而已。真的魔王中的魔王。对对，他也是以前就来这里当魔王，当到变主持人。哇，好厉害，是吗？多魔王啊！真的。我也其实也是被骗来的，也没有很熟，他就突然找我，我觉得刚好有空哦，可以哦，赚个通告费这样子。每次有通告费就去了这样子。人就是这样子。对。哎，就是不要放弃任何机会。对啊。哎，走一走，你看走。有时候就是转角遇到爱也很难说。有机会就去试。他第一次来还穿拖鞋来嘞。什么拖鞋？你胡说！那双鞋要2800哎，乱讲。你那个拖鞋。它只是个露趾鞋。对，那双鞋已经轮回3辈子，不要再说了。就变金曲歌。对，就从一双拖鞋被人家说嘴到现在，你看。所以不能穿拖鞋。你刚刚这首《打败大魔王》特别选这首歌，对，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我的经纪人跟罗文宇老师，他们是好朋友，然后是他推荐给我，我也推荐给你，觉得很好听。对，温宇真的他写的歌真的都是到目前这个是不是他跟 J 后共创的歌？应该也是罗文玉老师自己创，然后是给那个最后他们唱的。Win 哥有就是录客语那个发音给你吗？这次我比较特别，我是问我3一高中的朋友，因为他们都是客家人，就是有些发音的地方，他就是一句一句录给我。对，所以才有比较标准一点，不然我自己想。不好意思找罗文玉老师噻。就人家很忙，因为Win哥很忙这样子。对对对。所以在学习上，其实你的那个周遭有很多的那个客语环境啊，是没错，应该也不会太困难吧？刚刚听他这样唱是蛮标准的。对啊，声音可以冲一类懂章啊，懂有这种咪西啦，咪西，就是味道啊，那个很到位这样子，很到位了，对啊，不会听起来是像不会讲客语的人来唱客家歌。对啊，因为你是客家人，然后你的那个又念3一高中，你的应该很有客语环境啊。对，我周遭都是客语的同学，所以这歌学起来应该还蛮快的哈，还不会说对啦。
有些咬字比较难念啊，什么 COA 边胎拧伤那个就比较COA 边胎拧伤，对那句我就练蛮久的，到现在念起来还是怪怪的。用唱的比较不会，对，用唱的比较不会。但是可以，对啊，至少是还有一个经验嘛，就是多唱一些客家歌，你慢慢的就会变很流利，你突然都觉得你听得懂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大家偷骂你的时候，你突然都听得懂。那出道到现在有没有常去什么场合表演啊，或者什么？应该蛮多机会的，蛮多机会的。但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去校园，因为校园的同学他们基本上他们都不太认识你，对，都不太认识你，但是他们很会给反应，会啊，情绪价值给好给满，对，那他们笑点都很低，这样超低的，是，你都还没讲话就笑了，头探出去他们可能就笑，对，有一次就是我在唱的时候，然后有同学跟着唱，我其实有点吓到。唱你的歌吗？对，唱我的歌。哇，好感人哦。对，很感动，然后又有点惊吓，因为我其实出道，大概那个时候快半年的时候，就有人会了，我就觉得哇，很感动。已经有吸引到粉丝，他们在关注你了，这样知道你默默的粉丝在关注。那如果从学生开始就被关注到，那不得了了。对啊，因为校园演唱会通常学生喜欢的话，他们的那个人气就会很快，传唱度很快，对啊。就是从学校开始这样子，所以加油，谢谢！希望你的歌这个能够红遍所有地方。这首歌其实也很好听，真的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多支持。客家字体啊，哈，新嘅歌嘅哈，Thank you。3年各种的啦，哈。3年，多多支持啦。3年是吧？出来一条歌啊，念字啦，哈，有念台之乡啦，唔错，多多支持哦，客家字体，新嘅歌曲发表。多謝來安尼節目啦，什麼？謝謝。強樣啦，嗬，安尼迄歌唱比賽節目，冇錯。迄大家好唱歌嘅，嗬，叫來報名啦，哈。大天花來人叫6667人，人流人登台這個大天花，什麼大家？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還有多謝。好，安尼燕姿啊，燕神啊，燕神嘅新歌，燕姿遠大志向哦，遠志多多支持。新歌嘅哈。什麼小飄老師還有我去欣賞，志森辛苦嘞。什麼原創總導演辛苦嘞，志森。好了，今晚大家唔記得咯，下禮拜一天到準時時間呢。老年到底對，老年共好來，拜拜。